我其实除了童年在东市之外，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台北。我在台北的时候，我不会觉得说客家话听不见有什么奇怪。我那个时候有个感觉，就是在台北我听不到客家话，我认为是很正常的。所以一直到我退伍一阵子，我一退伍我就进了音乐界工作。有一阵子我很久没回家了，我就想说我回家之后，我不要太早进家门，我在东市街上逛一逛，因为什么？感兄很多客家话，我想听到客家话，我都在街上听到客家话，会有那种很亲切的那个回故乡的感觉。结果那一次我在东市街上走了一圈，听不到一句客家话，还是发现讲快的，到台北听不到客家话我不会觉得奇怪。可是连我回到故乡都已经听不见了，我那时候才发现说我的母语已经有危机了，连在一个客家庄都听不见，在街上都听不见。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说，那是在做嘛干，我可以做什么？我自己已经是个音乐人了，那时候已经是个音乐人，我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开始用客家话来写歌，只是那时候要写什么还不知道，只有这个想法而已。结果，有一摆，我那时候在教钢琴，然后我在给自己编钢琴那个练习曲，下了几条歌曲，还是去到看，这条歌曲是在唱。那就开始呢，还是用法语来唱，结果我觉得不好听。我再写一个英文的歌词，结果觉得还是不好听，就莫名其妙，客家话走出来了，客家话跑出来了，那就发现讲，原来咱的客家话是在唱一种歌曲，各种风格，各种歌曲的风格是 jazz。所以我第一首歌就是 jazz 巴萨多法加客语东西，这样走出来。所以可是这个的当下歌，不然老都是讲客家歌就一定是山歌小调那个样子。结果我写的第一首就不是山歌小调，他就说应该是七康靠，说进来是七样试验客家同 jazz， 客家同 rock， 客家同电音同 disco 同 hip hop 结合起来还蛮个用，就这样子一张专辑这样做下来了，都是实验出来的。所以26年前作为歌曲，26年前写那首歌就是三藩市的 Coffee Shop， 到现在还很多人觉得这个歌很前卫，已经过26年了。我在帮商业公司或做商业作品的时候，会去考虑市场，会去担心说这个歌不被接受。连动来做客家歌的时候，我根本不考虑这些，因为我知道反正他们卖不了多少钱，那我为什么不做给自己开心？我觉得我还做得不够前卫了但有机会的话，再做一些我觉得比较新鲜或比较新潮的东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劉少熙，我嘅母語台灣嘅歌流行音樂會，到12月29號台北車頭同開會，等咯。